呢啲確定性係現今世界需要同埋渴求嘅。國家機遇同世界機遇都圍繞住香港。只要我哋把握好機遇，不斷提升自身價值同埋競爭力，改革求進、創新創造，憑住香港人嘅智慧同經驗，我有信心，東方之珠一定能夠喺世界舞台上綻放更耀眼嘅光芒。多謝大家。多謝行政長官。接住落嚟係祝酒儀式，請各祝酒嘉賓起立。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. Download Metro TV Extend sekarang.